是华视新闻的独家报道，来看伫金门举办的汉光39号的演习，就伫金门后湖反登陆作战实兵操演，出动着各型的火炮、战甲车，甲为海面攻入来的敌人来相战，这个场面是震撼壮观。 几排火炮同时出动，炮声并蹦叫，现场烽烟散雾。虽然发射的天数曾弹药完成射击的指令，汉光39号实兵的操演就在金门顶场，华视独家报给你知。透过华视新闻的镜头带您来看到，现在正在进行的是集火带射击。您可以看到，在岸边一整排的这一个炮阵地呢，利用不同的时间差，然后去对海上来犯的敌舰来发射炮火。但是在最后的所有的炮火的弹着点，它落海的时间是维持一致，这就是所谓的集火带射击。各种的炮弹向目标发射，但是为着要模拟敌军来的时阵，各军是要安怎进行反制？ 各种的火炮也有装甲车全部出动，场面非常的壮观。汉光演习今仔日外岛总动员除了金门，装甲车嘛驶入去偏湖的社区来步兵，兵仔面对海面以步环来当作暗号，野步枪对准目标，将敌人当伫咧刷保，保卫国土的安全。哥哥开着战车很神奇，我想要跟他们一样开着战车。训练就会比较熟悉一点。 那个作战的实况。演练的地点就伫面体附近，吸引到真侪民众好奇来看汉光演习的操演。外岛是保卫国家的第一线，各部队做好准备，展现训练的成果。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